午门不是斩首的地方啊，斩首是在菜市场，午门等于家门口，不会在家门口那边斩首。这么多门丁呢，代表人丁兴旺，人丁兴旺。去孔庙参观也有这个迎兴门，那个叫门珠了，好像跟那个8亿五那个8的平方64有关系呢，或者是6亿5 6的平方36颗有关系，是36颗或者是64颗这样。皇帝是95至尊啊，老母娘才是无量清晰啊，至尊至圣，万灵真在，明明上帝就是灵性的母亲啊。皇帝都还要奉天承运，要太和，阴阳调和，文武百官要调和。帝王嘛，帝后都要调和，中央与地方要调和。古代专制，中央为主啊，现在民主时代了。这古代的水龙头，水从那个有个孔流出来，龙头嘴巴那个里面有个孔流出来。北京说140年来雨量破纪录，然后又泄洪，因为台风影响，怕雨水太多，然后又泄洪，造成那个河北涿州那边发生淹水大水灾。涿3点水一个土，不是吞，也不是市，是个市，也不是市，加一画。涿郡那个涿3点水的，河北涿州那边是发生水灾啊。然后那个水，因为台风豪雨的影响，雨量多，说这个龙头都吐水。日晷有影子，有没有看到影子？据说呢，什么诏书会放在这边呢？我忘记了，我没有很确定，有印象，听他说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诏书。这个说是香炉呢，这个鹤的背上有个盖子呢，放香呢，点燃了，要典礼的时候要烧香，要点燃那个香末粉末，香粉呢，供末呢，然后烟从那个嘴巴鹤的嘴巴吐出来，装香，烟从那个嘴巴出来，铜鹤后，还有龙龟，你看龙龟背部也是有盖子，也是装香的香炉，香也是从那个嘴巴喷出来，代表着龟鹤延年，龟和鹤都是长寿的象征。丹顶鹤呢，
长生大帝、南极仙翁，南极仙翁旁边就有丹顶鹤。丹顶鹤，龟鹤鹤延年，延年益寿。哦，要看这个，像这种装置哦，到那个嘉义水上有个那白人牙膏观光工厂，里面去看那个叫大将军湖啊，将军湖，那个将军是江西省某个地方的将军。然后那个白人牙膏工厂花钱去把他那个建筑物拆下来，然后运回来台湾，在嘉义水上白人牙膏观光工厂的某个地方复建起来，然后做观光的景点。白人牙膏观光工厂里面的将军湖。有了皇帝的龙床，还是古代的洞房的龙床？洞房的叫床呢，皇帝的才是龙床。这装水的，都是古代的消防系统，装水的。有些建筑物旁边也都是有水缸放水、放土、放水跟沙了。灭火功能的消防系统啊，现在都放消防器了。防火消防系统，这大水缸怕冬天又结冰，说那个底座下面还有石头的座子，底下还有个孔，有没有？有个小孔。冬天还可以放火进去，冬天还可以放火进去，孔那么小，有功能吗？增加温度又避免结冰了。那么多刮痕，说会不会是镀金的？然后金被刮走了。中和电啊，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一焉。有个正大光明呢，他有给我们看到有正大光明是。